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，就快啲訂閱啦！繼續 Chapter 4，去到呢一個位，怎樣分析不同資訊的立場？二、事實與意見。事實同埋意見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嘅喎，我哋睇下點樣分辨先。以下是兩份報章對同一件事情的報導，根據步驟進行分析。報導一，睇下呢個係講咩先？東大嶼14年後始入伙，遠水難近舊火。sorry，遠水難救近火。行政長官建議在大嶼山東面填海造地，興建26至40萬個住宅單位。可是，這個遙遠的發展計劃未能解決香港迫切的住屋需求。政府不應忽視中短期的土地供應問題。呢度咧就話東大嶼山嗰度啊，14年之後咧先至開始入伙，即係入伙即係先至開始可以住啊。遠水難救近火，即係咧呢個係一個廣東話嘅 expression，講緊咧就咁睇咧就係即係好遠嘅水好難救我呢度附近嘅火，可能好難去救熄呢一個火。即係話而家現有嘅問題咧，好難講緊一個好遠有 solution，但係應該係點講咧？應該係話而家有嘅問題係當前呢一刻嘅，但係如果我哋講緊之後有 solution 嘅話，都唔會解決到而家呢一刻嘅嘢噶嘛。咁咧就話咧，行政長官咧，即係香港嘅特首咧，就話建議咧喺大嶼山東面嗰度咧填海啊，做地，咁咧就會有26至到40萬個間屋可以俾人住啦。但係咧呢一個計劃太遙遠啦，係未啦，而家根本解決唔到而家香港而家有嘅問題，就係住屋嘅需求，好多人可能唔夠地方住咁樣。政府咧唔應該 ignore 而中短期而家最近期嘅呢一啲土地供應嘅問題。OK，我哋又睇下呢一度咯喎，東大嶼東大嶼填海變身，建香港最大市鎮。本報信，講真咗先，東大嶼山嗰度咧填海變身，即係咧唔做海啦，變一塊地。而家要建立咧香港呢個最大嘅市鎮喺嗰度喎。政府計劃於大嶼山東面填海1700公頃，預計供70至110萬人居住，提供34萬個就業機會。相信這個計劃能夠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，讓市民安居樂業，成果令人期待。即係話政府而家計劃咧喺大嶼山東邊嗰度咧填海啦，係幾多公頃咧？1700公頃，就係嗰個面積嚟嘅。預計咧可以俾到幾多人住咧？70至到110萬人住，提供咁多個就業機會啦，即係有人可以做嘢啦。咁咧，相信呢一個計劃咧可以促進香港嘅經濟發展，令到市民安居樂業，成果令人期待。呢一度咧係有帶有一啲意見嘅噃，因為佢講到呢一件事係好 positive 嘅，係咪？好啦，步驟一，我哋點樣分辨啊？睇下找出報道中的事實與意見，在事實下畫上底線，在意見圈起嚟。咁我試下先，你又試下。我頭先都話啦，覺得呢個係意見嚟嘅，反而我覺得要圈起佢。成果令人期待。哦，呢個係個意見，我圈咗啦。事實嘅話咧，我會
將呢一個 highlight 底線係事實嚟嘅。事實係點嘅咧？係客觀嘅，可以用證據證明呢啲內容。呢一啲我相信都會有可以講到。而家有幾多人係冇屋住啊，甚至係 homeless 啊，或者冇一間獨立嘅喺屋企冇一間獨立嘅房啊，咁樣呢啲係屬於係唔夠地方嘅問題，係會有呢啲數據嘅，可用證據證明的內容嚟嘅。咁好啦，意見係咩咧？對事情的主觀看法，呢個好令人期待喎！呢一個係一個主觀嘅睇法嚟嘅喎。細心分析意見部分，圈出報導的立場。報導一正面、中立、負面。報導二正面、中立、負面。哎呀，之前我已經圈咗啦。報導一咧，就係呢一個啦，我 highlight 咗，即係中立嘅。報導二咧，係講到呢件事好正面嘅，所以我圈咗正面。好啦，報導各有不同的立場，我們怎樣才能獲得較客觀的新聞資訊？如果冇進步，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。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，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，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。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